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8月份啦。我今日要錄嘅歌係把鎖匙投於信箱。輕輕張開眼，天已快亮，轉身想親你，偷吻臉上，怎麼竟找不到你此刻那方？意識混合住夢兒，這邊彷徨和暖的床上，有你這冷冷的自信，不即似上有笑也不盡，人然已消失他方。紙張中宣告心已變樣，應該分開了，不想作狀，搬走應搬的東西，不必再想，鎖該鎖的一切，這把鑰匙投放於信箱，放棄再見你的幻想，彷彿我就算哭幾多趟，難敵這白紙一張。我為你，我為你，到底終於得到什麼？還是這悲哀結果？這份愛，這份愛，到底終於得到什麼？還是這傷心結果？像鎖起剛破裂的心碎，鎖於投於信箱裏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到底終於得到什麼？還是這鎖上的我？紙張中宣告心已變樣，應該分開了，不想作狀，搬走應搬的東西，不必再想，鎖起該鎖的一切，這把鑰匙投放於信箱，放棄再見你的幻想，彷彿我就算哭幾多趟，難敵這白紙一張。我為你，我為你，到底終於得到什麼？還是這悲哀結果？這份愛，這份愛，到底終於得到什麼？還是這傷心結果？像鎖起剛破裂的心碎，鎖匙投於信箱裏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到底終於得到什麼？還是這鎖上的我？